这个一次能抽高我的老师这样的先生时代生活50周年纪念一出，心里非常高兴。我一来做务，二来还是一次获得一个好机会，听了我的老师把同志们的精彩的演出，使我呢受益匪浅。中国有句古话叫两江水下无杀兵，江是两江，兵是新兵，那么你都两个，你两个像空人机里像两个老军，兵还是兵，兵则是兵，老则老矣，只能起少路了铺路的作用。
日渡江东，守住军再得一下中。生意。